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Aaron 星語居 Cosmic Flow。今次第一次咧就同大家喺呢個 podcast 嘅format 度見面啦。第一集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就係我10幾年前咧參加過一個靜默禪修嘅meditation 嘅 retreat 咧。咁當時咧就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埋分享一啲裏邊嘅細節喎。咁第一次聽到呢個禪修營呢，係一個當時嘅同事介紹俾我知嘅。佢就去過一次，就好即係好推薦俾我啦。我又啱啱開始咧學緊 meditation 嘅，咁我覺得都幾特別喎。同埋係咪一個好好嘅方法去逼自己去？平時屋企又有電視啊，又有人啦，又即係好多地方都係集中唔到去禪修嘅。咁喺呢個咁樣嘅地方，係咪真係可以真正咁打起坐上嚟咧？即係個心會靜落嚟咧？我又好好奇。咁我咧就當時嘅年假係唔係好多啦，但係即係用10日咧，好似好多咁。但係我結果都係參加咗嘅。咁呢個禪修營咧叫做 Vipassana。中文咧一般係譯做內觀嘅，佢其實咧係一個嚟自印度嘅組織啦。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呢個禪修中心嘅，香港原來都有一間嘅，叫做 Dharma Mutta， 叫做香港內觀靜坐中心。咁喺呢個大嶼山嘅。而我參加嗰次呢個呢，就喺加拿大安大略省嘅中心啦，就大約喺多倫多以北大約1個鐘頭車程左右，咁嘅位置呢都幾偏僻噶。咁我就想俾大家睇下啲相啦。咁你大家睇到呢啲相呢，其實個住宿嘅地方啊，同埋個禪修嘅大堂附近呢，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即係唔係啲豪華嘅設施啦，一切咧都係實用為主嘅。咁據我所知咧，其實中心有暖氣，但係冇冷氣喎。咁所以好多人都建議咧，春天或者冬天，唔係春天或者秋天咧，去比較舒服啲。咁我自己咧就揀咗秋天去嘅。咁另外咧，值得一提嘅地方咧，就係呢個禪修營咧係以捐款形式運作嘅，即係話課程本身咧，即係冇一個特別嘅價格要你俾嘅，你自己俾到幾多就幾多，即係你要選擇自己嘅想俾幾多嘅錢啦。咁我當時咧就覺得好特別，咁我亦都唔係好明白係唔係佢想俾啲即係或者經濟方面冇咁好嘅人都可以參加呢？其實原來有第二啲原因嘅，陣間會同大家解釋一下。咁而家咧就講到呢個課程最核心最重要嘅部分啦。咁喺10日裏邊呢，其實第1日同最尾嗰日咧都冇計喺在內嘅。咁即係其實咧頭頭尾尾咧有12日咁多嘅。其實喺10日裏邊咧，你就唔可以同任何人講嘢嘅，唔單止唔可以傾偈啦，連點頭啦、揮手啦、眼神嘅交流啦，甚至任何形式嘅互動咧，都係唔可以嘅。簡單講啦，就完全唔可以同其他任何同學咧有交流啦。咁報到當日咧，你就嗰晚都係夜晚黑，大約黃昏嘅時候啦，你咧就會交出所有通訊嘅設備啊，同埋貴重物品啦，譬如手機啦、智能手錶啦、電腦啦、iPad 啦，或者所有有啲乜嘢 digital 要睇書嘅儀器啦、相機啦等等咧，都唔可以帶嘅。咁另外咧，書亦都唔可以睇啦，小說唔睇得啦，雜誌唔可以帶入去啦，筆記簿同埋筆都唔得。總之咧，你就唔可以閱讀啦，亦都唔俾你寫任何嘅嘢。零食啦、汽水啦，
香口膠啊、自備飲品呢，都係唔鼓勵你帶嘅。咁因為中心呢會提供所有嘅膳食啦。咁而酒精啊、香煙啊，即係嗰啲電子煙啊，更加就唔使講啦，就唔俾帶嘅。咁香水啊、香精啊、香味太濃嘅護膚品啊，都唔建議你用嘅。甚至連水晶啊、護身符啊、佛珠啊各樣靈性用品呢，都唔建議帶入去課程喎。至於呢個衣着方面呢，亦都中心呢係要求你簡樸為同埋舒適為主嘅，就唔好太過暴露啦，即係唔好着背心仔啦或者短褲啦，太貼身啦，太過搶眼呢，都係唔鼓勵嘅。咁講到呢度呢，你可能聽到會覺得，哇，係咪好誇張啊？10日即係冇手機喎，唔睇得書，亦都冇咖啡飲，連同人講早晨點下頭都唔得。咁其實我當時咧都係諗好誇張喎，其實有冇咁嘅需要呢？但係後嚟咧，之後咧我先知道先明白咧，其實係有咁嘅需要嘅，係有原因嘅。所有嘅規則咧，其實都係為求去創造一個係完全冇干擾嘅環境咯。咁另外咧，老師咧亦都好認真咁提醒我哋啦，睇第一日即係去到嗰日，無論中途有幾辛苦啦，無論中途有幾想提早離開咧，或者幾唔想繼續逗留喺嗰度咧，都盡量唔好提出離開，因為成個課程嘅設計咧係想令到有機會令到你有啲平時抑壓咗唔願意面對嘅情緒咧，慢慢浮上嚟嘅。如果你喺呢個過程未完成之後就離開咧，有機會咧可以令到自己一個好脆弱嘅情況、心理狀態咁重返去現實世界咧，其實都係有啲危險嘅喎。所以咧，佢都係強烈咁樣即係提醒我哋，叫我哋。就算你幾辛苦好啦，都盡量做完嗰10日。咁參加之前呢，其實我一直呢就唔知應該 expect 啲乜嘢啦。我以為呢最難嘅部分呢會係唔講嘢嘅部分啦，10日咁樣。其實呢，我完全係估計錯誤嘅。其實最容易適應呢，反而係唔講嘢。即係靜默嗰部分，而最辛苦嘅地方呢，其實都有好幾樣嘢嘅。大家可以睇下呢，呢個係一個當時嘅schedule 啦嘅時間表啦。每朝早呢4點鐘呢就會有個鐘呢就會響嘅。咁你4點半呢至6點半呢個嘅禪修部分呢，可以喺你自己間房度做。而6點半至8點呢，就係早餐時間啦。食完早餐呢，你可以自己散下步。而8點鐘之後一直去到瞓覺前嗰啲嘅禪修部分呢，就要你去個大堂嗰度禪修嘅。咁加埋呢，接近10個鐘嘅禪修啦、冥想啦。頭個3日呢，其實最辛苦呢係我隻腳同埋條腰呢，係真係痛到我懷疑人生。坐喺個地下度幾個鐘之後呢，無論咩姿勢，點樣換姿勢呢，都係好唔舒服同埋好痛嘅。但係比起身體嘅痛楚呢，其實有另外一啲嘢呢，令我更加覺得震驚。就係發現原來呢，我平時呢，自己係非常之依賴有一啲嘅習慣。我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版本啦。譬如我呢，就一攰啊，或者一悶呢，我就會去買咖啡。呢個係我指定動作嚟嘅，去買杯咖啡，去行2步，咁呢，就會令到我嗰刻呢，就冇咁辛苦啦。或者呢，好悶呢，就會碌下手機啦，或者睇下 YouTube 啦，睇下新聞啦。近排
興嗰啲咩話題啦，或者覆下口信啦咁樣，呢啲咧都係我平時做開嘅嘢啦。但係咧，原來完全冇呢啲嘢去做，去 distract 我自己咧，係好辛苦嘅，即係好似咧直情有蟻咬咁嘅喎，即係好唔習慣。即係由第一日開始咧，開始覺得哇，呢咁樣嘅生活咧係好難去適應啊！初初即係覺得你唔准睇嘢，唔准聽嘢，唔准寫嘢嘅情況之下，你係唔知點樣去打發自己嘅時間。咁我當時諗啦，仲有7日喎，我點樣捱落去呢？但係過咗第3日之後呢，事情呢開始有啲改變。到第4日呢，我開始發現自己個腦呢開始靜落嚟啦。即係我有陣會覺得嗰個係一個 monkey brain 啦，跳嚟跳去啦，好難去撳落，即係靜落嚟，要我自己唔好諗下呢啲諗下嗰啲。咁係禪修咗3日之後呢，開始覺得有少少唔同嘅情況出現啦。開始個腦呢冇咁嘈啦。咁啊，反而仲要係身體啲腳啊、背脊嗰啲痛楚呢，就慢慢減輕咗。咁當時呢，我哋每日呢，除咗要你自己禪修之外呢，都有教有1-2個鐘頭呢，係教你點樣去禪修。佢嗰個方法呢，就係要你去觀察自己身體每一個部分嘅改變嘅變化。即係你觀察下身體任何部分好細微嘅變化。咁初第1、2、3日呢，就係根本係個痛已經係冚過晒所有嘅感覺啦。咁但係第4日呢，就開始慢慢做到老師所教嘅嘢啦。最神奇咧，就係嗰啲我平時改唔到嘅習慣，譬如去買咖啡飲啊，或者拎手機啊 check message 啊嗰啲嘢咧，開始或者任何一啲平時做開嘅習慣去可以叫 distraction 咧，開始對我嘅control 冇咁大啦，即係冇咁辛苦啦，冇得做。而去到第5、第6同第7日呢，嗰幾日呢，我終於明白到點解成個課程係咁樣設計嘅，因為佢係創造咗一個非常罕見嘅環境啦，一個你可以真正咁深入自己內心深處嘅環境。平時生活裏面呢，我哋太多方法去逃避啦，太多地方可以自己唔需要諗一啲唔想諗嘅嘢，有好多嘢可以去做嘅，睇手機啊，社交媒體啊，even 即係我買咖啡咁少嘅嘢咧，都係一個逃避嚟嘅。平時咧係不停有嘢幫我哋嘅分散我哋嘅注意力啦，但係當所有呢啲嘢都消失晒嘅時候咧，你就冇得走啦，你只能夠面對自己，面對一啲平時係唔想見到嘅或者唔想諗嘅情緒啦，唔想感覺嘅情緒啦，面對一啲一直逃避嘅問題啦，面對一啲可能你都唔知自己係逃避緊嘅問題啦，都會嘅喎，你都唔知，你都唔記得咗啦，以為，但係呢，喺呢啲位呢，就會浮翻上嚟。面對一啲內心好深處嘅角落啦，咁喺平時生活裏邊呢，係冇法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嘅，因為我哋潛意識呢，有好多時候會用盡好多方法去避免去諗呢啲嘢嘅，因為呢，其實諗呢啲嘢唔係一定係咁唔開心啦，唔係咁舒服啦，咁我哋人性呢，其實係有個
一個好自然嘅反應就係想逃避嘅。咁去到第8日呢，個腦呢其實好自然呢已經開始忍唔住呢，就倒數日子啦，因為仲有2日呢，我就要翻去現實世界啦嘛。咁有趣嘅地方呢，就係嗰時我其實已經唔係好想走啦，因為我想要多啲時間去停留喺呢個位置裏邊，想好靜好靜咁樣，即係好難有機會可以有呢個咁靜嘅地方。但係當然啦，去到第11日咧，朝頭早咧，課程咧正式結束啦。早餐嘅時候咧，你終於可以重新咁同其他人講嘢啦。嗰個感覺咧，其實好奇怪嘅。同埋咧，我發現咗有一樣嘢咧，就係當食飯嘅時候，冇任何嘅 distraction，冇手機，冇電視，冇同人傾偈，冇人傾偈。冇嘢去需要自己，冇嘢去望，冇嘢去諗。原來呢，食嘢呢係好食到個食物嘅味道，同埋呢係飽得好快嘅。咁之後呢，大家當然係各自翻去原本嘅生活啦。我都係一樣啦，翻工放工，上網用手機睇電視睇 YouTube，繼續呢面對現實嘅世界。咁當時呢，我會諗。其實咁樣係咪浪費咗我之前嗰10日呢？雖然我都有即係自己會打坐嘅，咁但係去唔去到嗰個位呢？當然唔係一樣啦。咁嗰10日究竟有啲咩意義呢？而家呢，距離嗰次嘅體驗呢已經係10幾年啦。咁我可以好肯定咁講，當時呢係完全冇浪費時間嘅，冇浪費10日嘅光陰。表面上呢，好似一切都冇變啦，我都係同樣一個人，翻去同樣嘅生活，但係有啲嘢係的確改變咗嘅。嗰10日嘅體驗，好似喺我心裏邊呢落咗一粒嘅種子，提醒我原來呢，人係可以去到另一個狀態，原來內心呢可以去到咁平靜嘅，原來我唔一定要永遠被自己嘅思緒控制。直到今日呢，當我覺得壓力好大啦，生活好混亂啦，好多嘢煩啦，或者好多壓力啦，我就會記起嗰種完全向內探索嘅感覺，就會記起呢，自己其實呢可以停落嚟，可以翻去自己嘅中心點。而我學到最重要嘅一課，就係無論外邊發生咩事都好，peace。其實一直都喺度，從來都冇離開過我。多謝大家收聽呢一集嘅 podcast。如果你對我呢個經歷，又或者對內觀禪修有任何嘅問題，都歡迎你喺下邊留言俾我㗎喎。我好樂意同大家分享更多㗎。我哋下次再見，拜拜。